权益封了九幽怎么办？本想带你来历练一番，但如今已无神力，我会想法子打开结界。你赶紧离开。你神力尚未恢复，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。我们要走，一起走。不行，你在我便有顾虑。玄一要杀的是我不能让你一个人犯险。明知必死无疑，却还敢留在这儿，小主神的匹夫之勇，实在令本尊佩服。玄一，你有什么冲我来？我才是主神。那本尊就不客气了。去找之阳。玄一，当年祖神留你一命，将九幽之地划给魔族，是想让魔族痛改前非。你为何还要执迷不悟呢？7万年前，本尊任主神之时，你不过是个追在我屁股后面的跟班。本尊要做什么，几时需要向你解释？那便来试试，7万年后，你一样奈何我不得。狂妄！本尊今日便让你陨落于此！白雪，我看你这些年真是越活越天真了。不过是道结界，碎便碎了，本尊一样能留下你的命来。你敢算计本尊？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你们做了什么？早在你当年作乱开始，祖神便担心会有这一日。他在九幽布下阵法，若你不叛，九幽就是留给你和魔族最后的机会。可你若执迷不悟，祸乱苍生，你的余生便被困死在这副神台之上，再也别想踏出半步。晴天，你只能困我于此，你终究杀不了我。总有一天，本尊定要让魔族重临世间。